涯，让青山去平复那昏黄的伤。一句誓言，苍天为证，快意恩仇的较量是破除的坚强。我以为江湖有多远，天涯竟然在我眼前。我以为我是有三千，却载不住一个圆。一生闯荡，下不柔肠，酒杯中不下隐恨的风霜。一纸荒唐，天各一方，是谁一生无常，爱恨两茫茫。我以为江湖有多远，天涯竟然在我眼前。我以为我是有三千，却载不住一个圆。如果再相见，你是否接受这沧海桑田的句点？冬晴姐姐，你可回来了！你们两个怎么穿成这个样子啊？哎，神机营的人都找上门来了，我怕他们两个被认出来，干脆让他们男扮女装，掩人耳目。冬晴，怎么样？那个莺莺燕燕，把他们俩带回房间去，带点首饰，擦点胭脂什么的啊。干嘛还要弄啊？让你去你就去，你还想顶嘴啊你？去，去呀！走吧走吧，别惹花姨生气了。冬晴，怎么样？我一时半会儿的也跟你说不清楚。不过现在，我必须要带马尚飞和任苑离开这里。离开？为什么要离开啊？啊？再说这天下虽大，除了醉月楼，哪里还有你们容身之处啊？可是照他所说，官府的人已经盯上我们这儿了。如果再不离开，只会给你添麻烦。是叶红影说的？哼，真是奇怪了，真是太阳打西边出来了。这条魏忠贤的走狗，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好心了？他是不是真心的并不重要，重要的是，我们必须现在离开这儿，不让他们抓住醉月楼的任何把柄，留得青山在，不怕没柴烧。华姨，请你为大局着想。哎，你别拿这话来压我，打死我也不会让你们离开的。华姨，咱们这醉月楼已经让人给盯上了，我们留在这儿，只会给你添麻烦。再说，那些官兵个个都是心狠手辣。他们心狠手辣，我也不是吃素的。放心吧，有什么呀，我来罩着你们。冬晴啊，这有些话你还真好意思说出口啊？添麻烦，哼，亏我还把你当成亲妹子。花姨，我不是这个意思。不是这意思是什么意思啊？我告诉你，老娘也是大腿上能跑马，胳膊上能站人的，什么大风大浪我没见过呀。可是，别可是了，我都已经说了，打死我也不会让你们走的。哼，再说了，那群官兵他们查归查，只要没有真凭实据，他能拿我怎么着？哎，还有啊，那风尘双侠不也说过袁崇焕将军会派人来接应咱们吗？我算了算时间，也该差不多到了，应该就这几天的事儿。不过你说的对，以后咱们要更加警惕，小心驶得万年船。但愿如此吧。希望袁将军的13铁骑能够马上就到。来，
喝口水。这南方啊，跟北方就是不一样，老子热的都快熟了。忍一忍吧，这个时候千万不能毛躁，咱们就要进无锡城了。城里到处都是官兵，咱们人生地不熟的，怎么进去？西野和朝华已经去打探了，总会有办法的。石破天，我们回来了，有办法了。什么办法？快说！我画了一份地图，大家过来看一下。我勘察过了，城南和城西2处城门，5时以后正好是守卫官兵轮换交替的时候，我们就趁着戒备最松的时候混进城去。还有，我也观察过了，可以走水路。平时这里只有渔民以水路进出，守城的官兵戒备比较松。兵分3路，分头混进城去，这个主意不错。咱们大家好好琢磨琢磨，仔细研究一下。好。13铁骑，抽刀断水，水更流；酒入愁肠，愁更愁啊！哎呀，干嘛喝这么急呢？别拦我，别拦我，让我喝，让我喝，让我喝死算了。你们说，我活着还有什么意义呀？你这是怎么了？怎么又不开心了？花姨呀，她对我太无情无义了。那个胖龟奴被人打了一顿，她都亲自去替他喂药。我只不过就想让他来见我一面，陪我喝2杯酒，他死也不肯。你说我能不痛心吗？我能不痛心吗？我能不痛心吗？我痛心死了。怎么了？撞邪了，见鬼了，还是爹死娘嫁人了？花姨，您总算是来了。您要是再不来，我和燕燕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。行了，我知道了，我来应付吧。你们先出去吧。是花姨。你不是找我来喝酒吗？来，我敬你。哇，好，哎，我喝，我跟你喝，我要跟你天天喝，月月喝，年年喝，我要跟你喝一辈子，我喝。哎，你别这么喝，小心肝。你看他说什么？你叫我小心肝？你耳背啊？你没听见我叫你小心肝啊？哎呦，哎呀，老天开眼了，老天开眼了！我就知道，总有一天你会被我满腔的热情和热血的胸膛所融化。你刚才叫我小心肝，我就是你的小心肝啊！我要和你坦诚相见。这男人我见多了，可是胸长成你这样的，我真没见过。那家姑娘要是看上你呀，那不是傻了就是疯了。我是疯了，我是爱你爱到疯了，我再也抑制不住了，我再也抑制不住我对你狂野的爱。花姨，请接受我的爱吧，我爱你。哎呀，你干什么呀你呀？你给我识相点啊，放尊重一点。我就是再缺男人，我也不会找像你这样胸前长成这样的。你不喜欢我的人呐？可是刚才我明明听见你叫我小心肝的嘛。是，我是叫你小心肝，喝酒伤肝，所以我让你别喝那么多，小心伤了肝。啊？哦，袁崇焕的13铁骑还真的来了。
骑兵9000岁，卑职还打探到了这帮反贼进城的路线。当真？好，很好。这一次，你一定要杀他一个有来无回。那卑职这就去调派人马，把这帮人一网打尽。不，立刻飞鸽传书，通知我儿红影，截杀袁崇焕手下的13铁骑。什么？可是这消息是卑职打探到的，任务理应由我去完成啊！这立功的机会又让叶红影去。本座早就说过，你们都是一家人，同样是为本座效命，办事情就不应该分什么彼此你我。况且你想，袁崇焕做下的13铁骑，说起来都是拿皇上俸禄的，这回要把他们一网打尽，稍有不慎就会授人于把柄。所以我认为，不如让叶红影暗地里把他们一个一个的全都给收拾了。袁崇焕，你跟我玩阴的，我就让你哑巴吃黄连，有苦说不出来。哎呀，还是9000岁想的周到。哼，那您看，让卑职我做点什么呢？别忘了，你可是一方巡抚，该做些什么，还让本座来教你吗？卑职明白，卑职这就安排人在城中严加布防，不会放过任何一个漏网之鱼。很好。不过本座还有一事不甚明了，为什么袁崇焕13铁骑的一举一动，你都能够了如指掌啊？9000岁，实不相瞒，卑职安排在袁崇焕身边的那个探子，恰巧就是这13铁骑其中之一。站住！到哪儿去？走走。站住！官爷，干什么呢？哦，咱们几个是替人跑腿送货的挑夫，城里面的饭馆订了点女儿红，现在是给他们送过去。送酒？对对对。把坛子打开，我看看。哎，行。您看，真香这酒啊！香吧？官爷，我跟你说，这酒很多，东家没什么数，这瓶您就留着尝尝。有道理，那我就不客气了。啊，好，你们走吧。哎，谢谢，谢谢官爷啊。哎，站住！官爷，还有事吗？你不是说没数吗？是没数。那你再来一台。行，来，官爷，孝敬您的。走吧。哎，好，谢谢啊，谢谢官爷。不错。哎呀，好险呐！哎呀，赶紧走吧，快走。去看看。没有。奇怪，那个风尘上下知道咱们来吗？也不出来接应一下。那2个反贼不会来了。什么人？你说风尘双侠来不了了，什么意思？我的剑会告诉你。
老师进城了，不知道其他兄弟怎么样了。赶紧设法联络他们。好，走走。七爷，你看，是朝华的信号。走，快去看看。走。破天，看见信号了，咱们赶紧过去。妈，先坐下。风声太紧，外面的官兵太多了，咱们得小心点，千万别暴露了身份。这明明是超华的信号，怎么没见他们人呢？我送你和他们团聚。什么人？送你们上路的人。醉月楼，让手下把这个地方团团围住，不许放走一个人。好，真不错，跳得好啊！动静姐，不好了，出事了！不好了，动静姐，出事了！是，到底出什么事了？外头来了好多官兵，把醉月楼给围住了。去！快走，快走！不许住人！都滚开！小张也，快出来！快走！快快！进去！快点！都别乱动！好。去死吧！爷爷，你怎么了？是他杀了我爷爷！我让你还我爷爷！孩子找爷爷，孩子找爷爷。是潘汝贞这个狗贼。没想到这里还有如此天险。所有人赶紧出去！滚出门！快点滚！出去！哎呦，我说您这位风度翩翩、玉树临风的关老爷，我这醉月楼是犯了什么事，让您这么劳师动众的？我听说东林党的余孽藏在你的醉月楼，所以我过来查看查看。东林党？您这是抬举我呢，还是开我玩笑啊？来我这醉月楼的，不是狂风浪蝶，就是寻芳问柳的。难道东林党的余孽反贼会跑到这儿来跟我的姑娘们谈论国家大事，密谋造反？哎呦，笑死人了！怎么可能呢？有没有？你说了不算，得让我的手下查看清楚了，自然就明白了。哎，别，关老爷，我看您这个气宇轩昂、慈眉善目的，一定有一副菩萨心肠。求求您高抬贵手，给我个面子嘛！我一个妇道人家，操持这么大的买卖也不容易。给你个面子，也行。但是我这面子是有代价的。哎呦，关老爷，你就别跟我开玩笑了。您这么大的一个官，什么值钱的东西没有见过啊？
我这里呢，最值钱的也就是我们的姑娘们了。哎，要不这样吧，我挑2个最漂亮的姑娘陪您喝2杯。这主意不错，不过不用那么费心，就让他一个人给本府跳2曲就行了。进去！你干什么呀你？你放我出去！你干什么？那个坏蛋杀死爷爷，我要报仇！老爷听我说，行不行？我走。你敢打我？小少爷，小少爷，你还这么用力！你要是出去会连累所有的人。我恨你！你打我！你打我！小少爷，小少爷，对不起，小少爷，对不起，小少爷，我不是故意的，你原谅我好吗？小少爷，我求你了，原谅我吧，小少爷，我没打过你，我以后再不打你了，小少爷，我求你了啊！小少爷，我求你原谅我好不好？小少爷，我求你了啊！小少爷，我求你了。让我原谅你可以，那你得去杀了那个坏蛋，给我爷爷报仇！小少爷别喊了，行不行？我跟你现在的心情一样，我也现在想出去把他抓住，摁在桌上掐死他，千刀万剐了他。可是不行啊！我们现在如果一出去，我们俩也会被杀头。不光咱们俩会被杀头，紫薇野楼所有的人，冬青、华姨，所有你喜欢的人都会被砍死。你愿意看到他们死吗？啊！我不愿意看到冬青姐姐和华姨死，那我爷爷的仇就不报了吗？报？怎么能不报呢，宝贝儿？怎么能不报这个仇呢？你爷那句话说得好啊，不是不报，时候未到，君子报仇10年不晚。我们不是君子，我们现在是娘子，娘子20年都不晚。我们一定要报这个仇。可是现在不能出去，咱们不能再给醉野楼添麻烦了，真的不能。我求你了，别再哭，别再闹了，你听我一句好不好？我也给你跪下了，求你好不好，小少爷？马少飞，你起来！你不答应我就不起来。那我答应你，我乖乖的听你的话，你快起来！好孩子，好孩子，真是好孩子。小少爷，咱们现在再出去看一看，如果冬青、华姨他们真的有什么危险，咱们俩还得努一把，一起帮助他们，好吗？别去管那个事。是。站住！干什么去？给大人送酒。醉月楼还有你这种货色，快走，走！好，这姑娘挑得好啊，舞姿曼妙，简直可以媲美杨贵妃的彩衣霓裳舞了嘛！关老爷，只要您看得高兴啊，欢迎您天天都到我这里来，我招待，免费招待。我是吃朝廷俸禄的，怎么可以天天来这个地方？那么多的公务谁来办呢？啊？哎呀，那您要是不能天天来也没关系啊，只要您一有空，我这里随时欢迎您大驾。我虽然不能天天来，但是我却想每天看到他给我跳舞。啊？您不能天天来，却想天天见到他呀？是啊。哎呦，那我可没招了。你没招，我有啊。你有？端上来。这，大人，收下吧，花姨。哟，这么多的银两要我收下，这，我不懂了。您这个是？这是我给他的赎身钱。什么？
你别欺人太甚。我就欺负你了，你能拿我怎么样啊？啊？你乱叫什么呢你？你叫谁娘？娘？你有这么大一闺女啊？是啊，我们姑娘婚结得早，14岁就嫁人了，现在有个8岁大的女儿叫花儿。行了，谁都会有过去的，我不介意。走，你不介意，我介意啊。你是谁啊你？我是谁？我是他奶妈。谁？他奶妈。他奶妈？对。阿姨娘，你别走，你千万别走，你别走，爹就快死了。行了，别叫了。我不管你爹的死活，我要的是你娘。大人，婚姻大事还是谨慎点好，要不然会后悔的。我会后悔？开玩笑，我长这么大都不知道后悔字怎么写。关老爷，你饶了我娘吧，我求求你了。哎，我可明确告诉你啊，我不想说第2次了，你休想。大小姐，干什么？你这么不懂事呢？让你娘跟老爷享享福不行吗？看他们娘家倒霉的，他爹刚结婚生了个孩子就麻风病。麻风病？对，他爹啊？对，他爹。对，我爹得了麻风病，有的时候啊，身上的肉啊一块一块的烂的往下掉。你别听他胡说，不传染。走，没事，闪开。会传染的。娘，既然这位关老爷那么想带您走，您就跟他走呗，记得常回来看我啊。关老爷，就拜托您了，照顾好我娘啊。我告诉你啊，我没说做你的后爹啊，谁说做你后爹了？走开！来人，把银两给我带回去。哎，关老爷，您不能说话不算数啊！刚才您不是说要把我们这个姑娘都给定了的吗？哎呀，刚才是刚才，现在是现在。那刚才你怎么没说她有个这么大的闺女啊？啊？那您刚才不是自己说的吗？不知道后悔2个字怎么写？你怎么可以这样子啊？哎，你也没说过她嫁过人呢，而且嫁了个麻风病啊！啊，你松手！哎，我说，你怎么能让这样的人出来？你简直是无耻！你混蛋你！你就是个奸商！哼！哎，大人，大人。锦衣卫包围了醉月楼，冬青会不会遇上危险？我官拜千户，深得义父信任，也能与反贼为伍。不行，不能去，绝不能与反贼为伍。刚才啊，还真多亏了你们俩，要不然我真的不知道怎么送走那个瘟神呐。主要得谢小少爷。哎呀，别谢我了，应该谢谢花姨呀。花姨配合的多有默契呀。我不管怎么说，还是要谢谢小少爷，多亏了你们。冬晴姐姐，你以后别叫我小少爷了，就叫我人院吧。以后咱们就是一家人了。好啊，那以后啊，也别再叫我冬晴姐姐了，就直接叫我姐姐好了。好。花花，花，太好了，来，喝口水。好，好，来，我喂你啊。好喝吗？好喝。来，吃口菜。我喜欢你，花花。
我喜欢你。好舒服！哎呀，哎呦，舒服死我了！太舒服了，舒服！哎，太舒服了！不要走嘛！不要！别！我那个不孝的爹，骗我说要把我相公押回黑风堂，可这都日上三竿了，连我相公的影子都没看到。你看，这人怎么真奇怪？哎呦，这去干什么呀？这人在外也不知道给我扔点衣服，这光天化日的多丢人呐！这千万别碰见熟人呐！一会儿让我看到，我一定让他在我娘的牌位面前罚跪3天不可。是，走。走，是我们家姑奶奶，这真是冤家路窄呀！要是被艾迪认出来，就是不死也半残呐！全都让他们认出我来，不能让他们发现我，不能让他们发现我。站住！哎，当家的。原来是宝贝女儿啊！真巧，在这儿都能遇见你们。哎呀，这天好热啊！热呀！热呀！马上就让你着凉！别嚷嚷你，给你爹留点面子嘛！你还有什么面子啊？你都穿成这样了，朝廷让你脱光了衣服忧国忧民啊！老实说，是不是风流快活去了？别这么大声嚷嚷，你嚷什么呀你？我跟你说啊，你爹现在正在为朝廷执行一项非常秘密的任务。任务？嗨，什么任务啊？连衣服都不穿啊？听都没听过。不能说呀，这说了那就不叫秘密了。那当家的，你这衣服上哪儿去了？总能告诉我们吧？我坦白告诉你们吧，我遭到了东林党的暗算，他们扒光了我的衣服，还威胁我，在1个时辰内必须让我赶回醉月楼，否则就不把衣服还给我。我的痛苦，你们知道吗？我的悲哀，你们了解吗？我真的是生不如死，痛不欲生啊！但是，为了朝廷，我死而无憾，我脱而无怨。唉，没想到爹为了朝廷，竟然受了这么大的委屈。是啊是啊，放心吧，我现在就陪你去一趟醉月楼，看他们能把你怎么样。顺便，嘿嘿，把我相公抓回来，让他当压寨相公。对，走。马上飞，马上飞，你陪我来玩捉迷藏吧。别吵，小少爷。我今天感觉不好，眼皮老跳。哪只眼睛眼皮跳啊？右眼。啊，完了，左跳财右跳灾，你今天肯定有倒霉的事情要发生。这个小乌鸦嘴，我怎么可能倒霉呢？我怎么可能晦气呢？知不知道我现在是谁？我现在是全城最富有传奇色彩、最有发展潜力的龟奴，说不定啊，我要是再努一把，就可以成为名动9省的天下第1龟奴了。人愿，啊，姐姐。人愿，陪姐姐去到观音寺上香，我想请观音大师做主，咱们正式结为姐弟，好不好？当然好了。太好了，我也去。哎呀，你去干嘛呀？你跟我们姐弟俩又没关系。我去。这个你坐下。干什么呀你？老不让我起来。冬青姑娘，让我跟你们一块去吧，万一路上有什么事儿，我还可以保护你们呢。问，马上飞呀，马上飞！我发现你脸皮越来越厚，华姨教你的武功只能比划2下，派不上什么真用场。要是坏蛋真来了，得我和姐姐保护你才是真的。
行，就算你说对了还不行吗？可是像冬青姑娘这种身份出去，身边总得有个丫鬟吧？我不像丫鬟，我像丫鬟她娘，我跟着还不行吗？好了，别啰嗦了。要想跟我们走啊，赶快收拾东西。太好了，一下子就把袁崇焕手下的13铁骑干掉了其中9人，真是开心呐！红英啊，你不愧是本座手下最得力的爱将啊！只可惜还有4条漏网之鱼。哎，为父明白，你是心急为本座除去心头大患。本座深信，几条漏网之鱼，早晚也都是你的囊中之物。如真啊，卑职在。昨夜你劳师动众，带了那么多人马，折腾了一晚上，可结果居然是徒劳无功。难道你身为江浙巡抚，就不觉得汗颜吗？骑兵9000岁，卑职确实是忙了一个晚上，可是没有发现什么。哼，可我怎么听说有人想一掷千金，想纳醉月楼的姑娘为妾？潘大人，昨天晚上你可是够忙的啊！9000岁恕罪，卑职。算了，窈窕淑女，君子好逑嘛。你食色性也，何罪之有啊？本座也不是个不懂得通情达理。莲吧，杨伯伯。他是官居2品的左都御史，本座当然知道。在您老人家的花名册里，他可是东林叛党的首脑人物啊。那是当然。你的意思是？卑职以为，不如把叛贼杨涟压在闹市之上，当众施以酷刑。一方面可以杀鸡儆猴，告诫其他人不要与9000岁作对；另一方面，说不定还能引出更多的东林党余孽。如真所言，的确不失为一个好法子。既然如此，卑职这就安排将杨涟择日示众。且慢，9000岁。红英啊，本座知道你和杨涟是旧识，正所谓上天有好生之德。我看这样吧，你现在就赶往巡抚衙门大牢，对杨涟小以大义，劝他迷途知返。
倘若他能够归顺本座，日后为朝廷尽心，那本座就给他一条生路。哎，这杨涟毕竟也算是治国之才啊。颖儿啊，不知你的意下如何呀？全凭义父定夺。好，那就照本座的意思去办吧。花花随风，尘缘未落地，铜镜离墨，胭脂红灯，远方一路烟雨迷蒙。月落无声，照一世浮萍，千回百转到了曲中，还不见你的踪影。我的爱藏在岁月的屏，不忍拆封，只愿它还会让我们紧紧相拥。散落的爱藏在岁月的屏，不忍拆封，只怕它装不下我们来世今生。也许我的心只有你才会懂。月落无声，照一世浮萍，千回百转到了曲中，还不见你的踪影。爱藏在岁月的屏，不忍拆封，只愿它还会让我们紧紧相拥。散落的爱藏在岁月的屏，不忍拆封，只怕它装不下我们来世今生。